好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忠义路的和兴号。今天要跟我们分享阅读与饮食记忆的是我们在台南非常有名的小满妈妈，也是大家很喜欢的慧慧姐。慧慧姐你好。美霞老师好，大家好。那我们知道从公园路的鲜鱼店到小满食堂，一直到和兴号，慧慧姐由于她自己非常喜欢饮食，所以带领她以及她的家人在台南的饮食上创造非常好的口碑。从当时、当令、当季，她提供我们在一饮一食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呢被窝心的照顾了。可是慧慧姐呢，她最特别一点是，虽然在一个现场是一个烹调的职人，但是她很努力，透过阅读而来让她自己呢，所有职场上的饮食、烹调料理能够更精进。慧慧姐常说，读书或是阅读是我最重要的生命课题，所以我们今天就请慧慧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慧慧姐，那么爱读书的你，一定有很多阅读经验可以跟我们谈一下。那您的阅读应该从几个角度来看呢？我把它分成三个方向，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类型。第一个呢，最重要还是以健康为基础。就是因为饮食，所以会从专业的角度去找书来看。对，那专业的书您看了一定很多，那你能不能问问你最近看了哪些书来推荐给我们一下呢？好，再来这个就是有关于工作跟我自己的喜好，就是对于我的生活跟工作上，我的喜好就是会有这两本目前就是这两本，目前这两本喜欢，一个是记忆的饮味，一个是舌尖上的人生厨房。对啊，舌尖上的还有厨房是慧慧姐呢最专注的一个专业的角度，提供这两本也可以给我们喜欢阅读饮食的朋友一个参考。其实我觉得慧慧姐的饮食还有一个特色，人讲做台南味的啦。台南味你是安怎烫？他刚好真正煮咱这么爱吃的食物嘞。这个问得好。因为呢，我还要除了自己把它专业关在厨房里面做餐以外，我说真的，我很感动的是，我透过了美霞老师的书上了这个很大的那个脸书里面去了解，甚至于包括美霞老师这个我们台南的这些好几个那个职人的工作融入了这个文化，然后对，然后跟那个餐饮把它融在一起。对，了解。因为其实不管是我们去写《爱在正头来宾》，然后非常理台南的这些人，或是南方六铁也介绍了台南6种职业。我想其实打开这本书里头，都可以看到台南人按那想哇，按那想。所以慧慧姐透过这个阅读，也可以烹调出来真正就台南味的饮食，这个很重要。那其实除了这个以外，我相信你也透过许许多多，比如说像老一代人呢，他们学习的阅读的经验呢，然后去这个做你的烹调。你还有给我们一个阅读的建议吗？那在人生的那个旅途上，除了这样子的一个书以外呢，一路上呢需要很多的加油。对人生的一路上，对，那这些加油就必须要靠这些不同的阶段跟需要去找出你喜欢的书来一路做你的那个加油站来加油。对，是。所以其实呢，我想一个阅读对慧慧姐来讲，它就是一个不断的进行式，而且我发现呢，它有一个非常新奇的眼光，会发现很多很特殊的食材。我记得呢，我们有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呢，吃着他那个昂龟煲，然后呢，那个昂龟煲呢，是我们台南的一种腌制的食品，来煮萨马鱼，哇，道地道金江好人得记哈。那呢，他甚至有一天呢，去到他的这个和兴号，他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我从那个纳马夏的一个90几岁的老先生那边看到宝，什么宝呢？那就是一个腌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古老的那个应该叫做老花效果，对啦，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您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很勤勉的去做阅读的一种记忆。所以从这边看出来，我就很好奇，想问慧慧姐，你怎么看待你自己今天在做饮食，还有去发现老食材的这种角色呢？希望把这些老味道跟老食材，
好好的发挥在我的工作上，然后把它分享到让不止台南人，对，不止台湾人，对，我还希望世界各地可以发现这个台湾的味道、台南的味道是值得人家喜欢，值得人家赞美。对，我了解慧慧姐的心情，她总觉得其实从台南在地走出去，我们的饮食也可以国际化。因为这样的缘故，对于阅读中的经验来烹调更台南的料理，我想是慧慧姐带给我们世上最好的学习的榜样与典范了。我们今天很谢谢慧慧姐为我们分享饮食与阅读的记忆，谢谢，谢谢。